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高兴现在礼拜天的早晨，我们可以在一起来到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愿神祝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透过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也愿神在今天早晨再次赏赐新的恩典、新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愿意分别为圣来到他面前的弟兄姐妹当中，也在今天早晨的礼拜，透过诗歌，透过圣经，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礼拜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程序，让我们再次跟神建立更亲密美好的关系。愿神祝我们早晨的礼拜，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开始早上的礼拜之前，我邀请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了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为了我们自己的早晨的礼拜来祷告。求神祝福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渴慕的心，打开我们热切的心，在今天早晨的礼拜当中，再次与我们的神有真实的关系，真实的相遇。求神鼓励我们，也感动我们。也或许此时此刻你正从外面进来，你还有你在你所烦恼担心的事情，但求神在这个时刻，让你的心再次的安静下来，让你的心再次在主的当中得着安息，在主的里面再次的重新得力。这时候邀请每一个人，你可以开口或用无声的祷告，向神来祷告，求神祝福你在今天早上可以有一颗热切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拣选性的呼召，引领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教会当中。主啊，我们渴慕来见你的面，我们渴慕来敬拜你，我们渴慕来赞美你。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点燃我们心中的热情，点燃我们心中那个火热的心，让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口来歌唱，来向你祷告。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再一次看见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彰显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啊，祝福我们。或许我们当此时此刻，我们可能带着一些忧虑，带着一些愁烦，带着一些我们不同的问题来到教会当中，但主啊，求你让我们暂时远离那个外在的风暴，让我们远离那个外在的一切的挑战，让我们此时此刻安静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里面，倚靠在主你的身上，让我们可以全心的来敬拜你，全心的来倚靠你，让我们可以定睛的在你身上，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来到你面前，降服在你面前，专心一意的来爱你。主啊，祝福我们早上的敬拜，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是渴慕的，祝福我们。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我们也为了还没有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看着还有许多空着的位置，他们可能还在路上，也可能还在想今天要不要来教会参与这个礼拜。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求神祝福他们，挪开他们来到教会当中路上一切的拦阻，也祝福他们来到教会的路上一切平安，带着一颗喜乐的心来到教会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开口，为了那些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为那些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祝福他们，当他们在今早选择要来礼拜的时候，求主你就施恩祝福，求你带领他们，让他们来到教会的路程当中，一路的平安，都有你的保守，都有你的看顾，也挪去在他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挪阻，让他们全心全意渴慕来到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一起来朝见主你的容面，一起来到这个地方，一起将他们的心献上，将他们的全能献上。主，感谢你，主，感谢你，主，感谢你。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求神祝福我们的教会。特别在要进到暑假的时候，有许多的活动进行，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的活动要开始来展开。求神祝福每一个进到教会的孩子，每一个家长，透过这些活动，透过所举办的聚会，让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心被感动。也祝福我们教会不断推行的每一个事工，每一个牧区，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契。当每一个牧区团契小组聚集的时候，就有主的爱在那个当中来运行，就有主的能力在那个当中运行，就有主在那个当中
来更多的赐下他的祝福。我们为了我们教会所推行的每一个事工，为了所推行的每一个小组、牧区、每一个团契，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主啊，我们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谢谢你设立教会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社区当中，成为这个邻里之间的祝福，成为邻里之间的光和盐。主啊，使用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事工，将这些事工摆上，求主你来带领。主，我们相信，当我们每一次的事工在进行的时候，你的灵就充满在其中，你的爱也充满在其中，祝福每一个参与在其中的人，特别是那些第一次进到教会的人，你的爱就感动他们，你的祝福就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因着他们进来教会，领受到耶稣基督你奇妙的福音。为了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牧区、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契来祷告。主啊，你使用每一个团契，使用每一个牧区，当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就宣告主你的能力就充满在当中，宣告主你的能力就充满在当中，让每一个所参与的人都因着在这样的参与当中，使他们的生命再次得到更新，他们的生命就再一次得到改变。主啊，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里，将我们所推行的每个事工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主，感谢你。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教会的领袖来祷告，为我们教会的牧者来祷告，为我们的长职祷告，为我们每个团契的首长来祷告，为了每个服侍团队的团长来祷告，为了每个愿意尽心尽忠为主摆上自己一切的人来祷告，求神祝福每一个愿意摆上时间分别来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每一个领袖，求主来祝福使用他们，加他们足够的力量，使他们在做每一个事工的时候因着有神，使他们大有能力。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教会当中所有的领袖，所有的这些首长，我们一起为他们祝福，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将这些教会当中的领袖，将这些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团契的首长，每一个组长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你拣选他们，使用他们，在我们教会当中成为一个好的帮助，好的祝福。主啊，使用他们，带给他们能力，带给他们智慧，带给他们意向，给他们目标，让他们知道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主啊，祝福他们，让他们所做的不会枉然劳力，使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是要充满果效的，使他们所献上摆上的一切，主啊，你就祝福他们，让他们在所进行的每一件事情当中，主让他们更多的看见你的恩典就在其中，祝福他们。感谢你，谢谢。这时候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肢体来祷告，特别是那些你所知道可能身心灵软弱、遇到病痛的人，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也可能是你的小组的组员，你所熟知的任何一个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求神祝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因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彼此的关系得着帮助，得着祝福。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这些你所知道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一起向我们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将这些教会当中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主，你知道他们生命当中现在所面对的软弱困难是什么。主啊，求你来鼓励他们，求你来帮助他们，让那个软弱的得着刚强，让那个在病痛当中的得着医治，在那个疲乏的时候，主，你让他们再一次的恢复，让他们再次在你里面重新得力，再一次因着有你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有再一次得到依靠，因为你是他们的大牧者，你是他们的牧人，你是他们的山寨，你是他们的磐石，你是他们的避难所。主啊，求你大大的祝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怜悯他们，医治他们，祝福他们。主，我们感谢你，将每一个需要人带到你面前，谢谢你，主，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了我们今天早晨的礼拜、早晨的敬拜来祷告。求神打开天上的窗，将他的恩典降下，如同恩雨一般滋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求神圣灵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因为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让我们在今早再一次从你那支取力量，重新得力。
在今早再一次领受主你属天的丰盛的恩典、属天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倾倒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充满在我们礼拜的程序当中，从头到尾都享受与主同在的美好。我们一起开口为早晨的礼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将今天早晨的礼拜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求你的灵就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充满在我们的礼拜当中。主啊，我们现在从头到尾都是你在掌权的，从头到尾都你的灵充满在其中。主啊，我们相信，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再次得到自由，得到平安，得到从你而来的喜乐。主啊，求你的灵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充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了荣光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彰显在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啊，彰显在我们早上礼拜所有的程序当中，让我们在每一个礼拜的过程，不断的经历你，不断的靠近你，不断的仰望你，不断的信靠你，不断的认识你。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早再一次带着一颗渴慕的心到你的面前，带着一颗欢喜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主你带领我们，也喜悦我们今早的敬拜，喜悦我们今早所愿意分别为圣的心，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今早透过敬拜，透过祷告，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鼓励我们，更新我们，调整我们，从你那中得着重新而来的力量，使我们再次从你身上得着不动摇的信心，从你身上再一次看见你所要应许给我们的事情是什么，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计划是什么。主，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全然的相信，全然的信靠，我们就必得着。主啊，愿你的荣耀再次彰显在我们早晨的敬拜当中，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彰显在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用拍掌欢呼，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唱这首诗歌，不动摇的信心。主，求你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
野之中，荒野之中，我必不沉沦。荒野之中我必不迷路，荒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大声赞美，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当中仍然继续的祷告，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荒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啊，神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生命就有一个不动摇的信心。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知道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依靠，因为你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神。除你以外，在天上还有谁呢？你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依靠，最大的那位神。除你以外，天上有谁？你是我所爱慕，随我肉体渐渐衰退，
让我看见你，你荣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活着我要敬拜你，活着为
们活着是为了敬拜你，因为敬拜就是生命，敬拜是从你连结得到永生的福分。我们敬拜你是要活在神的殿中，我们敬拜你是要领受那至高荣美的恩典跟祝福。主啊，让我们的一生都活在敬拜中，意思就是活在跟主同行、蒙受恩典的当中。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敬拜的弟兄姐妹得着圣灵亲自的赐福恩典。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愿你的祝福让我们有生命的力量，继续迈向前面的道路。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请各位兄姐一起来恭读上帝的话。今天早上的圣经有2段，第一段圣经记载在以赛亚书56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要带你们到我的圣山锡安，使你们在我祷告的殿中有喜乐，并接受你们在祭坛上所献的烧化祭和牲祭。我的圣殿将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第二处圣经记载在罗马书第8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同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原不知道该怎样祷告，可是圣灵亲自用言语所不能表达的叹息，为我们向上帝请求。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依照上帝的旨意替他的子民祈求。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处。献诗请南诗班，献诗的诗歌曲目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在压力中仍然平静。
谢谢男诗班用有福美妙的歌声献给上帝。本主日要请夏牧师证道，要分享的主题是圣灵叹息，爱主得意。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在2堂礼拜今天透过我们的男诗班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很用心练习了一起唱用男声来献给主，感谢主那我们在分享主的话语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恩典的时刻，这是美得无比上帝赐福的时刻，因为我们要恭敬从你的话语得着属灵的帮助跟力量。主啊，求你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因为你应许要用言语不能说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也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也在我们的向主祈求，在软弱交托的当中。感谢主，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一生走在这个恩典的道路、蒙福的道路、得益处的道路。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最近这2-3个礼拜，因为遇到这一个圣灵降临节，那我们就以圣灵为我们一个总主题来分享不同的角度方向，来看见圣灵与圣灵同行，圣灵为我们祷告那个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读了2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透过以赛亚书的宣告，上帝应许说，我要带你们到我的圣山锡安。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圣城。他说，使你们在我祷告的殿中有喜乐。这个殿是圣殿，但这个圣殿是祷告的殿，是神的子民跟上帝一个连结祷告的地方，说在那个地方有喜乐。而且因为是祷告的殿，我们将全心神交托，所以他要接受我们在祭坛所献的烧化祭和牲祭，意思是我们的祷告蒙垂听了，我们的礼拜神悦纳了，所以他宣告说，我的圣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万民什么意思？是凡是受他呼召，愿意跟随主，愿意接受这个呼召的人，都有份于这个祷告，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大人小孩或是长辈年轻人，请记得万民祷告的殿就是缺你不可，缺一不可，不是谁可以掌握的，是同心的祷告，就是万民的祷告。那第2段经文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分享这个重要的我们常常在背的经文，我们怎么样透过圣灵的同在来领受这样的祝福。罗马书在这段经文当中非常简明扼要的跟我们提起说，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那好像先设定了我们就有这样的不足了那这个不是说打消我们的士气或是贬低我们，他的意思是说，你的祷告要有一个管道，你的祷告要有一个圣灵的带领，请记得轻省，而且不是好像乱枪打鸟的，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是为什么不知道呢？这边有一些话语给我们一些提醒。第一个，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来帮助。那你一听到软弱，就觉得说好像我一无是处，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软弱，我们等一下会做进一步的解说。意思是说，我们先认定我们自己有那个不足的部分，你那个需要才会被圣灵所来补足。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的软弱，那个是我们所确信的。
他亲自用言语不能表达的叹息，为我们向上帝祈求。他特别提到解释说，这个叹息不是唉声叹气无病呻吟或是说就是无聊就是生活好像觉得不满意倒是发怨言，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讲说用言语不能表达，哇，内容太丰富了，里面的信息太重要了，言语表达不出来的。圣灵用这样的叹息，台语叫做吐气，吐气这个吐气很有意思不是简单的像我们的呼吸的吐气，也是一个表达我们人跟神之间互相通信息的一个重要的信号。他说，圣灵用言语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向上帝祈求。好了，我们有软弱，圣灵要帮助我们。圣灵用言语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再来呢？第3个阶段是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那这个是一个顺路一个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而且说圣灵依照上帝的旨意替他的子民祈求。那所以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完整的结论，就是我们有软弱，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那圣灵爱你，圣灵关心你，为你祈求。那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圣灵为你祷告。那这样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上帝因为爱你，上帝因为听到圣灵最明确的祷告，所以就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变成说，我们的祷告不是单独你一个人偶尔私语啦，或是黑白念来念去，是因为你跟圣灵一个美好的关系。圣灵知道你的底细，圣灵知道你的软弱，圣灵知道你的需要，然后为你向上帝祈求。那圣灵跟上帝是相通的，他知道他的心意所以圣灵所求的就等于上帝完整的知道了。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需要所以因为这样，保罗在这一节就是28节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他说，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就是说很多事情不是单独的存在，它是有互相影响的。那这样互相效力，就是有好有坏，有高有低这样子循环在互动当中，有人会因为他遇到困难，会遇到挫折，遇到失败，但是有人会因为这样得到利益，得到帮助。那这样的反反复复当中，请记得他这样应许说，爱上帝的人。你爱上帝吗？你怎么爱？到底是怎么做才是爱上帝？他说，爱上帝的人就是按他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你走上神的旨意当中，你走在上帝命定的道路当中，你走在上帝应许的道路当中，你回应了他的呼召，这个就是爱上帝的人。这些人呢，他在万事就是错综复杂的互相影响当中，你要得益处。就好像我们常说的在这个火中抽柴，在大火当中一根柴被抽了出来，就是很特别的部分。你怎么样成为一个互相效力的整个大环境当中是获得益处的人，是被圣灵所拣选的，是爱上帝的人，这是我们今天重要的主题。那这个也是在解释说，为什么有的人祷告一大堆都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神，但是有的人就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他神的恩典一直跟他同在。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回应了上帝的呼召，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走出这个爱上帝的一个表现。那圣经里面，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会觉得说，什么叫做圣灵的叹息？哈，到底为什么要用叹息这2个字啦？哈，有一些描述，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更理解哈，什么是圣灵的叹息台语的他说偷窥到底我们常常会想到，我们一般人说偷大亏哦穿大亏呢念东念西，就是这一些，都把它走向一个比较无病呻吟无奈当中。但是这边的写不是这个意思哦，请记得不要往那边去想。牧师从小时候听到这句话，也一直往，尤其那个叹有2个字这个是一个欠，对不对？另外一个叹是口，一个口字的叹，但圣经里面是这个叹。那我们可以来分享说，一位新约学者叫 C.H. 这杜德这个博士这个很出名的新约学者，他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解释。他说，祈祷是在我们里面的神，我们里面也有灵，对不对？我们里面的灵呼求在我们之上的神。所以换句话说，不只是一种意识上的祷告，或是理智上的话，是因为你的灵里面的灵已经跟上帝的灵互通了，这个才是最高境界的祷告。那因为我们呢，从人的角度，刚刚我们不是说人的软弱吗？我们是软弱的，不知道怎么祷告吗？为什么做这种解释，好像把我们打得很低，对不对？把我们讲得一无是处什么都不会，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服气了哈。但是他其实他的解释是这样子，他说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认知来祷告，换句话说，你掌握的资讯不完整，所以你的祷告就出发点就有偏差的哈。第一个，因为我们不能预见将来，无法正确祷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说我们将来是要走上哪一条道路。很多事情特别是有一些出名的人物，他的成功说他为什么会突然间走上这一种道路，他也不知道。假设突然间碰到了就发生了很有趣那我们可以解释说，神的带领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现在暑假到了我们很多高中生要读大学，那父母亲最头痛的是到底选什么志愿以前牧师的时代一下子100多个志愿，那你怎么填呢？都随便乱填，反正从第一个排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到车尾那就上了跟你喜欢的都10万8千里，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的考试制度就变化很多了，牧师也不了解很清，但是选择性就比较高一点，你会选择你喜欢的或是你的志向。通常我们会有一个个人的喜欢，那就是父母亲人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期待。那再来，你要不要求上帝说，上帝到底我应该走哪一条路？因为你不完全了解，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为这些年轻人祷告，让他们选上的走上的就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美好的道路。有些人读书成绩很好，但是走这条路他没有热情他没有兴趣。你只是读得好，他一生会活在一种不甘愿的当中。有些人可能他成绩不一定很好，但是他走上一条他喜欢的、热情的、追求的道路。我常常听有一个作家他在讲，他说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作家我就听他在广播讲，就看他的书，他就说，因为当时因为读大学，他也是我这个年纪读大学他也是填一大堆志愿填到最后说，被考上中兴大学的社会系，他也不知道社会系是什么意思，反正就去读了。而且1年级的时候暑假就被学校老师差派说，我们的省政府要做一个原住民，那个时候叫3包啦，山地同胞的一些社会调查，他就被派，因为他是客家人，他说台语不大会，所以就被派到山上，因为山上原住民都说国语嘛。
他就真的去了，他跑到中部的信义乡去访问。反正这个故事，我不知道讲他的程序是说，他没想到去原住民那个时候还蛮原始的，对不对？他发现了哇，原住民的社会是他平常生活当中没有接触过的，所以就启发了他对原住民的一个喜爱或是关心，然后最后把他们那些故事写成小说，后来变成一个小说家哈。那他自己在讲，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到后来会变成一个作家，我真的没想到。但是就是因为1年级暑假老师派我到原住民的社会，那我讲这个意思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预料的，所以我们在祷告说，我已经很清楚我要干嘛干嘛。当然也有这些人呐，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网球啊？现在全世界最出名的网球名将就是乔克维奇，有没有？他刚刚打完那个法网公开赛得冠军了，大家已经都退休了，他还在得冠军，而且还继续在创纪录。他是男生得到这个大满贯冠军的23个就是一定是最高了。他再得一个就跟那个女生的最高峰也一样了，男生更不简单。那我听他在访问呢，他讲一句话，他说我7岁的时候就期望我以后会成为一个网球赛的那个大满贯的得主，那真的得到了，而且得了23个，那不得了，已经变成一个传奇了哈。那我知道说，他从小有这个志愿，你觉得他有容易达成吗？他一定是很喜爱网球，而且天天练习，体能、技巧各方面的心理的建造都要完全这样子。我每次看他打完比赛他会摸一下泥土，然后指上天呢，我知道他应该是一个东正教的基督徒吧。我就说神给他一个道路，他可能刚好走在神给他应许的道路，所以他一直往前追求。但是我们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啦，神有时候在意外当中让你走向另外一条道路，但是记得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预见将来，所以你要谦卑在神面前说，神啊，圣灵为我的软弱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我再来是什么，但是神一定是为你预备最好的，只是说你愿不愿意走上神为你预备的那个最好的，因为你可能眼前看的不是好的啊。第二个，在任何情势上我们无法判断什么对我们最好，你没办法判断，所以也无法正确的祷告。再来，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所以不能以有限的心智来操纵上帝的计划。所以基督徒请记得，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个社会的文化所影响庙里面或是很多求神拜佛的地方，他们都是跟他们的神明做那个条件交换的。你给我什么，我就打金牌，或是来酬神，有点类似说，就是按照我自私的需要得到了。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是说你要寻得神的旨意，要看见神在你身上所许下美好的命定，你把它命定实现了，那才是最美好的部分。有一位生物学家，他研究说，所有的物种有一个很特殊的基因，也是说一种特性，就是自私。他说，如果没有自私，人类或是一些物种就灭绝掉了。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在森林里面成长的一些树藤它因为被大树遮盖，完全晒不到太阳，那就没办法光合作用。但是它有办法从那个树丛当中一直生，那爬着那树干往上，一直到有接触到太阳的地方，领受光合作用，然后它就能够生存下来。很多鱼啦、动物啦、飞鸟都是这样子。但是这种自私是因为生存的本能，但是你碰到神为你预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交出自己的自私？原来可以生存的部分交给神，然后神为你命定，你走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说圣灵的大能是怎么样？我们最后能够带到上帝面前的，就是圣灵这一句话说，为我们向上帝解说那种说不出的叹息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定，就是我们向上帝求万事，
但请记得，没有哪件事大到上帝的全能无法承担。我说你任何超级大的事，都在上帝的掌权里面，这是基督徒一种自信。所以没有什么严重或是天塌下来让神管不了的。你当有这样的胸怀的时候，你知道说，我任何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权下。第二个，上帝维系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件事渺小到父上帝眷顾不到，没有一件事小到上帝眷顾不到。记得牧师在乡下牧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为会有祷告的是什么？说牧师啊，我们这个牛不吃草怎么办？来为牛祷告，或是猪好像吃那个饲料吃不下呢，怎么办？那个我细微末节的事，你会说连这个也要祷告？上帝，任何渺小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恩典下。所以我们像前2个礼拜牧师在分享说，你要开车出去，你是用你的精神体力跟你的熟练度来开车，那当然是具备的嘛。你没有拿到牌照，怎么去开车？但是你说圣灵啊，我要去哪里？求你跟我同行。就这样的微小的事情，上帝不会觉得说你这个无聊，连这个事情也要祷告，因为任何渺小的事，不会说上帝不管。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种自觉，大到没有说上帝大到他不能管的，没有小到他不关心的。请记得我们之前也一直复习到说，圣灵就是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是他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祷告，就如同基督在天父面前做中保一样。所以基督徒，你记得我们为什么教会有中保代祷？中保代祷的意思是说，有些人他有这样的软弱不足，所以我们代替他，类似基督在主耶稣在神面前，我们是一种大中保的性质，为万民或是为我们所知道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我们之前曾提到说，保惠师就是卫助者，对不对？就是一个辩护者。那等于类似说，我们现代人你如果遇到官司跟案件你都要申请一位优秀的律师帮你来在法官面前把你的事情讲清楚，因为你可能讲的法官听不出你的意思，但是那个律师知道所以律师是专业，他知道什么样的法律的话语能够让法官采信。所以圣灵就是在上帝面前的的律师他帮你把问题困难带到神面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跟圣灵同行，把你的软弱交在圣灵面前，让圣灵为你用叹息来做祷告。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圣经当中有一些讲到叹息的部分吐气偷愧。那我们所说的叹息是一种心灵的表达。其实包括大自然，我们看到风在吹，风浪在打，整个云在跑，那些都是叹息的一种对不对？就是我们说大自然在赞美神大自然在荣耀神太阳出来，云彩飞，那个漂浮飞扬，那些都是一种叹息的另外一种解释啦。那圣经里面诗篇118篇25节诗人这样祷告说：上主救我们，拯救我们，上主求你使我们顺利成功，是一种对神的一种叹息的呼求。那我们看到出名的西西家王，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很生命重要的时刻，他怎么叹息呢？这份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下20章1到3节，他说：约在这时候，西西家王害病，几乎死去。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去见王，对他说什么？他直接宣告上主这样说，他不是自己说的，是上主这样说：要处理好你的家务，因为你不会看护，你准备后事吧。
哇，这一句话真的是晴天霹雳哦！啊，判了死刑了。如果牧师啊跑到一个会友面前这样讲话，牧师就被赶出来了。啊，没办法存活了。就是好像先知会讲这些话，有他特别的道理，因为神跟他同在，因为后面还有故事。啊，特别是向一位国王讲，不是讲普通的人呢。那其实牧师也碰到。其实有些人他知道他自己人生年岁已经到了，他觉得很满足了，他觉得神恩典够了，所以他会跟牧师说：“牧师，你不要为我再存活祷告，说让我平安的去吧。”牧师碰到很多这样子，因为他心中已经非常的平安，没再有挂念了。或是有的是儿女说：“牧师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让我们的长辈平平安安离开，不是一直要跟上帝要说让他继续活躺在那边也没有办法什么生命机能。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正式在推展这个，就是一种签名宣告说，我不在离开前不要再做任何的急救措施，让我有尊严的、平安的，让上帝的时间临到。但是很罕见的是，以赛亚先知竟然对希西家王讲这些话。好了，大转折在这里了。他说是上帝要他讲的嘞，不是自己随便乱讲，好像我讨厌你就讲那些负面的话。他不是，他是上帝讲的。但是你看希西家王怎么祷告？我说这个就是一个叹息。希西家转脸向着墙壁祷告说：“上主啊，求你记得我始终忠诚，一心一意侍奉你，做了你认为对的事。”他说不禁不住就嚎啕痛哭起来。这个很有趣的祷告所以有人把希西家的祷告当成一种祷告的操练的一种，甚至有一本书专门写希西家的祷告。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后来转折是说，上帝竟然改变他的旨意，让他再多活了15年多活了15年，就是把人的天命竟然改过来。那不是人能改的，是上帝改的那这个很有趣的，这是另外一种叹息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是一种宣告，或是一种提醒。以赛亚书5章18到22节，他是讲祸灾，哇，就是没有办法再讲什么话，就台语说有灾祸了，警醒啊，就是这个意思。18节说祸灾，那些以虚假的绳子牵引罪孽，以套车的绳索拉紧罪恶的人，意思就是说把人拉向罪恶的部分。第21节，祸灾，那些在自己眼中有智慧，在自己面前有通达的人，他竟然在神面前是有祸的。好，那这些只是让我们知道说，无论是大自然的叹息，或是一个王的叹息，或是一个诗人的叹息，那最后我们要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是说，好，那刚刚我们谈到那个环节嘛，我们有软弱，我们不会祷告，那因为你跟圣灵很亲近，圣灵就替代你了，成为你最好的委托人，你最好的律师，最好的辩护者，然后在上帝面前为你祷告，然后上帝因为理解你的内心，上帝也听了圣灵的祷告，然后就成就了我们的需要。期待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这个时候要决定说，主啊，我要学习怎么样跟圣灵同行，我要不要自己我们说白忙瞎忙找一大堆想要自己处理事情，越搞越糟，安心的将困难带到圣灵面前。所以祷告的大能是关键于跟圣灵同行，爱主得益。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优先要追求的是，你有没有体贴圣灵的意思？你有把自己的困难带到圣灵面前？第二个，你爱主吗？还是你爱自己？我想那个自私在你里面，只想得到你需要的，但是圣灵的话你都听不下去。好，我们再做一点整理，就是说软弱都是什么意思的
啊，软弱不是安尼啊，病恹恹的，没什么力气哈啊，就是打不起精神，不是这个意思。软弱的意思是挣扎。什么挣扎呢？就刚刚我们讲嘛，你自己的想法，你自私的想法，跟上帝的意念或上帝的旨意差那么多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听到耶稣说：“上帝啊，父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你的意思。”这句话清楚的点出什么？我们人常常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然后你又活在那个软弱跟复杂挣扎当中啊。所以他说，挣扎的意思是信徒心中的叹息，介于上帝的律跟肉体的律之间。其实我们更清楚保罗所讲的，说我爱的好，我喜欢的好，我做不到；我不喜欢的坏，我竟然去做。就人的软弱在这边啊，你怎么样克服这个点，就是得到益处的重要。好，所以呢，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他按照他的心意祷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摸着神的心意呀。你怎么，上帝那么样的崇高伟大，你怎么去抓神的意思呢？最大的帮助是圣灵帮助你。我们没有办法完整，但是圣灵会帮你哈。就好像你要走出一条道路当中哦，你自己走不了，圣灵帮助你，带领你，帮助你走上这条恩典的道路。所以叹息是什么？从圣灵所出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常跟圣灵同行，我们要欢迎圣灵来工作，求圣灵帮我们发声。所以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嘛，是你的意念有没有常常想到圣灵啊？我需要这样，我需要这样。所以我们常常会鼓励我们的同学，你要考试的时候说：圣灵啊，求你跟我同行，让我的考试能够把自己所学的发挥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哈。好。我们看到最后这一段著名的经文呢，万事互相效力。这段话里面呢，我们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激发爱主的心，因为你一旦爱主，你好像就是站在上帝这个阵营啦。所以在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互相影响当中，你会站在那个得益处的一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事情会互相影响，好坏，我们说祸福相依啊，事情的运转会让你千变万化，但是走在神的道路，爱主的人，你会被归在那一侧，不会受到损害，得到保护，得恩典跟祝福的部分。我们都听过有一个学术名词叫做蝴蝶效应蝴蝶效应，那是在上一个世纪有一个学者所发展出来的。他的简单的意思是说，在南美的森林里面，有一只蝴蝶，它一个摇动了它的翅膀，有可能会影响到北美洲会发生一个风暴。你会想说怎么有可能呢？其实我们不是研究它到底有没有可能，他在讲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大自然是环环相扣的。最近大家都在关心地球暖化的问题，北极原来是冰冻的一片冰封的雪地，现在竟然融化。有人发现说，原来可以用船从北极绕过来，开船绕过北极，所以我现在从太平洋这边载的一个货轮我不要跑什么苏伊士运河，也不要跑南美洲，我直接从北极绕一圈，省了好多事情，就直接到大西洋，到欧洲的国家。哇，那看起来好像对生意人而且有些国家就是蠢蠢欲动，但是我们想的不是这一些，是因为这些地球暖化、北极冰融化，我们很多在附近低地的国家都要被淹水了。那这个就是一种，也算是蝴蝶效应的一种嘛，就互相效力嘛。我们以前以为说大自然随便把它挥霍没关系，现在连海废，大家听过海废，就是说在海洋里面的一些废弃物已经严重到很多鱼里面都有塑胶粒了。你
你当初丢掉的，到最后吃到你的肚子里面。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原来就是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大自然的一个定律。那你怎么在这些效力当中有损坏、有毁灭、有重生、有成长？那你是被神所命定说是得益处的那一方。他说你就是要怎么样？要爱主，要被神所呼召。这段经文说，台语的、国语的、华语的哈，现在中文写的最完整。他说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基督徒，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说：神啊，让我能够谦卑下来，让我欢迎圣灵把基督的主权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才是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要领受上帝的益处。你爱主、跟随主，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是甘心的说：神啊，圣灵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求你帮助我。圣灵啊，让我寻求你给我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上帝合上帝心意的。所以我们要一起勉励说，像以赛亚书所提到的56章第7节说，要做万民祷告的殿。我期待我们富强教会就是一间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圣经这样说我要带你们到我的圣山锡安，使你们在我的祷告殿中有喜乐，并接受你们在祭坛上所献的烧化祭和牲祭。我的殿将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刚刚一开头的时候，牧师就把这段经文再一次强调过了。基督徒，我们不只是个人合乎圣灵的旨意的祷告，而是我们整体的弟兄姐妹，大家都聚集在这边，是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什么叫万民祷告的殿？不是牧师一个人的能力，或是你单独一个，或是哪一个长老，是万民同心合一。这个地方会有喜乐，这个地方会被神接纳你的献祭。你的献祭是你的敬拜、你的祷告、你的奉献都被神所悦纳。愿富强教会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锡安，每一个人心中的圣山。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借由这样的勉励，要在神面前一起做医治的祷告。我们要请同工来帮忙带领唱这首《全能医治者》。在唱诗歌的当中，弟兄姐妹，楼上或是楼下，你心灵有软弱，你有需要，你知道说我有软弱，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就到神面前求圣灵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做叹息的祷告。我们要唱这首《全能医治者》，在当中我们请长老、代祷者，还有我们的小组长来招呼弟兄姐妹，勇敢的到神面前，无论是肉体的病痛，无论是心灵的软弱，或是心中有重大的事情要求神来帮你带领的，我们都不用客气，大小、年老、年少都不要客气，来到前面来。我们请同工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在唱的时候就可以到前面来。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他是全能医治者。不要客气，到前面来，神要医治你。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医治者。第二节，你是我神，来医治我，是主了医治者，你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我神，来医治我。我们请敬拜团轻轻的唱，我们再把队伍整理一下。队伍整理一下，要受祝福的、受医治的，我们就可以站好一点你是全能医治者。找到一位神感动你，找到一位服侍者。好。
不要客气哈。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有的同工可以举手来祝福哈，或是2个人一起为1个人祷告也可以。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继续唱第2节，我们同工开始来做服事的祷告。愿神听你的祷告，愿神听你的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祷告。可以开始个别服事了。有时要讲的话，讲出他的需要哈，不要客气。这边还有一位，谢牧师，还有一位，这边是他爸爸。到后面来，对。坐着没关系，愿神听你的祷告。如果没有被服侍的，可以举手。来医治我疾病，你是主神，来医治我。好，再唱一次，轻轻的唱。医治我手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你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主神来医治我。我们从第1节唱，第1节。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他是全能医治者，他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医治者。好，这个时候音乐继续，我要邀请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也站起来可以吗？一起站起来，把你手放在你的心上，左手放在你心上。我们要来唱第2节，一起同声的唱，因为神悦纳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来唱第2节，前面继续，来唱第2节，一起同心的唱。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你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我神，来医治我。我们继续祷告，再唱一次。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你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我神，来医治我。牧师来做祝福。亲爱父神，我们因为软弱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感恩，因为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上帝明白圣灵的意思，上帝你了解我们的内心。这时候站在你面前，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把自己的软弱带到你面前。圣灵你体贴我们的软弱，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用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主啊，无论是前面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在线上一起参加祷告的弟兄姐妹，主啊，你悦纳，这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这是在你面前你要赐下恩典，有喜乐在我们当中的主。主啊，我们将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呈现在你面前，因为我们确信圣灵为我们所做的祷告是最正确的祷告，是最合我们需要的祷告，是最合神心意的祷告。主啊，愿这些祷告蒙神的悦纳，你来应许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一是得着你的赐下，我们软弱得到你的扶持，
我们的困难，求神带领我们突破这些困境。我们软弱，求你亲自来扶持。特别我们奉你们的宣告，教会当中有遇到癌细胞侵袭的弟兄姐妹，神啊，求你带领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医生，做最好的检查，所施的药物能够大大有功效，一切癌细胞不好的细胞完全的离开，得到真正的恢复跟健康。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确信，只要你伸手，你的大能就要成就这个事。愿我们今天祷告蒙神垂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我们请回座，愿神悦纳大家的祷告，请坐，请坐。我们要一起来做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请司献执事同工开始传奉献带。这时候，请我们预备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大家起立，一起来唱奉献诗歌。请坐。在报告之前，我们先来读本月金句，请大家翻开周报最后一页。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箴言3章3到4节，请大家一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主日敬拜服事同工由凤山西门教会林志远牧师主理，司礼由利维稳执事。其他资讯息，请我们一起自己来看。第3页，上周聚会讯息，请大家自己来看。请大家翻开第4页，肢体交通第1大点。本主日6月18号为总会事工奉献主日。第2大点，本会定在今天本主日6月18号下午1点半召开第2季长职暨首长
联席会议，请长职服侍团队首长准时参加。第3大点，下主日6月25号是凤山西门教会建堂奉献主日，由林志远牧师前来本会证道，请安报告及募款，并同时举行建堂义卖，欢迎兄姐届时踊跃支持，并为该会建堂顺利代祷及奉献。第4大点及第5大点由牧师待会补充报告。请大家看到第6大点婚礼消息，本会荣谦长老、玉芬姐夫妇、次然李胜文弟兄与高思婷姐妹定于7月1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本会举行婚礼，欢迎兄姐届时前来观礼，同表祝福。请欲参加的兄姐在1楼公布栏签名，填写姓名及人数，并为他们新人婚礼筹备及建立蒙恩幸福的家庭来代祷。第7大点第2小点，端午年假，本会6月22号端午节礼拜4假日，办公室休假，周5、周6正常上班。第3小点，下主日6月25号主日爱餐暂停1次。请大家翻开周报第5页，第6小点，2023年第3季事工预定表，请各团契服事团队将资料今天以前送给干事，方便汇编事工预定表。门徒培育事工及研习会消息，请大家自己来过目。大家请看第4大点，主日查经班事工消息。第1小点，华语查经班上周已经查完启示录上半部，暑期会休息2个月。启示录下半部预定于8月6号开班。第2小点，英文查经班7月2号开始查考士师记。请大家翻开第6页。第2点，主日学报告，主日学情绪管理高手夏令营活动开始报名。营会时间7月21号到7月23号早上。营会地点，本会教育中心。名额共65名，活动费用800元。报名日期即日起到7月2号主日，额满截止。关怀代祷事项，请大家自己过目。请大家翻开第7页，中会及社区消息。第2大点，台南神学院消息。第2小点，你爱故我在，天使与牧人合唱团联合音乐会，定于6月25号晚上7点，在德光教会举行联合音乐会，请兄姐踊跃前往参加。第3小点，孕育与传承募款音乐会，台南神学院定于7月9号主日下午3点半，在文化中心演艺厅举行募款音乐会，欢迎兄姐踊跃支持参加。
第3大点，台南中会2023年长职信徒训练会第1小区定于7月16号主日下午2点半到5点半，在东门教会举行。邀请全体现任轮休长职小组长、侍奉团队首长尽量拨空参加。奉献金额若有出入，请向财务组来反映。以上报告，请夏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做一点补充，就来结束。我们先来欢迎我们有一位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林淑珍姐妹，来，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哈，林淑珍姐妹，好，她从高雄来的，好，谢谢，好，请坐哈。她呢，她平常是旅居在日本最近回来探亲哈，是以前牧师在盐城的会友，她说牧师我要礼拜天特别跑来见你一下，我说那么远哦，用网络做礼拜教，他说他要亲自来哈，欢迎你来哈。等一下中午我们可以到3楼哈，吃一点简单的午餐哦，欢迎你哈。好，那我再用周报来做这个投影片做一点补充。第一个我先口头讲，就是说下个礼拜是凤山西门教会的林志远牧师要来做一个报告、请安跟募款。那为什么小会会接纳？因为刚好就他的儿子就是以前我们的神学生叫林喜悦，以前是神学生，现在是牧师了，在台北那边牧会。那教会觉得说请他来培灵讲道，顺便为他们西门教会要建堂经费的需求，我们就开放所以下个礼拜如果你有感动，还可以预备好为他们做奉献也可以义卖。他们几个月前不是我们有做一个毛豆的那个义卖嘛，就是他们教会啦他们离那个大寮那边很近那边是毛豆的出产地如果弟兄姐妹还觉得毛豆你家里喜欢吃或是送人家做礼物，你可以先给干事说我要几包或是一盒一盒好像是4包还是6包你可以签名登记这样他们下个礼拜再过来很新鲜的冷冻的你可以为你预备。听说还有其他的用品要来义卖请大家一起来支持啦好，再来就是我们看那个投影片，这个奉献袋柜就是我们4楼楼梯口那边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怎么找不到我的名字记得那边有一个资料夹，你可以用你的姓氏去查，比如说夏牧师的夏是实话，我就按照实话去找我的姓，然后我的名字下面它有编号编号就可以从它是序号了，从最少号到最多号你就排看到比如说牧师是704号，我就在700那个去查到我的名字号码的下面那个格子就是我们奉献袋的格子为什么要放这个奉献袋？因为我们教会鼓励弟兄姐妹，你有约定的奉献11奉献或是有固定的奉献，那你那个纸袋记录了你的奉献，你才知道说我哪一个月份没有奉献是1年份的，不是一次性的请大家多多利用查不到也可以问我们的长老帮你查那个资料袋或是那个夹资料夹放在那个柜子边边你看这个简单来讲是用颜色区分一格一格不一样你的名字跟号码是在上面，不是在下面名字上面下面那一格就是你的比如夏牧师704我跟谢牧师各有一个奉献袋，我们2个联名的也有一个奉献袋，所以我们有3个奉献袋，就有4之1、4之2、4之3你的家族都可以放在一格里面好，这个是放在标签的下面第二个我们在母亲节有合照，家庭合照，对不对请记得去领你除了有电子照片以外，你有一张纸本的，我们现在纸本的很难得了回去贴在你的家贴1年了，不错明年再换一张新的到1楼去领在大厅。再来是我们圣歌队有举办新生颂赞的研习会，在7月1号的晚上喜欢音乐的可以来接受这个卢建立博士，他很有这方面的恩赐指导启发你的音乐的潜能
除了圣歌队、敬拜团啊，这喜欢音乐的之外，你也可以来参加哈。啊，隔天呢要用他指导的这个诗歌来献诗，好不好哈？请大家不要客气，赶快来报名。再来是我们的主日学的情绪管理高手的夏令营啊，报名到7月2号为止。不知道有没有主日学同工是现在报多少名了啊？已经报多少名我不知道。看额版了吗？哎，赶快再帮忙催一下，哈，因为要预备教材啦，所以大家互相介绍啊，家中啦，或是邻居啦，或是亲友、朋友、同事的小孩，鼓励他们来报名哈。一共有4、5、6日4天，啊，前面那3天是整天的哈，礼拜天才是早上。再来，我们心灵转角开始营业了哈，里面气氛很好哈，灯光美，气氛佳，而且咖啡很好喝哈，请记得礼拜6没有地方去，来吹冷气、喝咖啡跟朋友来分享很好，特别是你要传福音来带他来这边来哈，这个是扣子叔叔什么叫扣子叔叔？就是他一个小丑传福音的，用小丑吸引人家来听福音，所以他要在7月1号礼拜6。晚上先跟我们的提摩太来分享，隔天礼拜天我们有2堂礼拜，对不对？我们在圣歌队献诗后，牧师讲道前有5分钟的分享，要介绍给大家，就是他说为什么要用那个小丑来传福音之后他就会去主日学对小朋友来表演完整的表演那一天还有下午听说要去梦时代那个南坊那边做表演，那当然好玩有趣是一定的，但是他也要帮忙在土耳其有一些基督徒，他要建立一些救灾的机构，或是关心一些学校他也需要能够做募款我们会报告小会接纳之后，我们下个礼拜欢迎大家为他们的需求来做奉献这位扣子叔叔呢，他的名字有写在这边，他原来是马来西亚人我们一起为他的演出能够得到更多人。他是一个国际标准的那个小丑就是有认定的，不是随便胡乱耍一通的，是真的有牌子就对了，有牌照的好那个是我们的神学院有一个募款音乐会，在7月9号应该是礼拜天的下午那大家一起关心，因为他们要募款，有很多很好的团队要来表演，但是要买票所以如果你可以到超商那边连带系统去买票，或是应该找我们的会籍执事，应该也买得到票，让会籍有一点业绩了来给他要一下大家在那么炎热的下午去文化中心听音乐真的很棒就有需要的话，看全小组一起邀一邀买票，然后去，因为是买票就是为了要赞助嘛所以有不同的价格啦我们周报还是我们的那个海报有写好期待大家再来的我们的连假端午节连假，大家有个美好的假期安排，大家平安喜乐。好，我们来做结束。请起立，同心来吟颂荣诗圣诗。吟诗完，请夏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引导，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
第二堂礼拜结束，请兄姐互相请安。